入境處打擊黑工，搜查上水一個新入伙屋邨，拉咗6個人涉嫌從事裝修工作以及1個僱主。被捕嘅6個黑工介乎22至41歲，其中5個係內地人，報稱來港旅遊入境。另外1個透過補充勞工優化計劃入境，涉嫌從事合約以外工作。行動中仲拘捕一間裝修公司工程公司嘅負責人，涉嫌以日薪300至500蚊聘請非法勞工。入境處早前發現有本地裝修公司喺社交平台招攬內地裝修工程公司承包部分工程，並由內地公司安排黑工嚟到香港施工。星期4到上水一個新入伙嘅屋邨搜查143個單位，唔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接獲佢哋嘅時候，佢哋正從事唔同嘅裝修工程工作，包括前期嘅度尺、中期嘅油漆、鋪地板、泥水、水電工程，以及後期嘅家私裝嵌同埋單位潔淨服務等等。我哋亦都懷疑有部分嘅僱主或者住戶，因為貪一時嘅方便同埋慳錢，揾咗啲內地嘅同鄉嚟以旅客身份嚟香港非法工作。